欢迎收听阿德来开讲的单元台语话故事。台语话故事是以全台语开讲的方式，向大家介绍台湾的民间传说或者在地历史、风俗民情。希望和对台语以及台湾文化有兴趣的朋友，会当用声音重新熟悉台湾。大家好，我是阿德。嗨，大家好，我是色龙来咯。2024年，敢若不哩久啊你吼，其实嘛无几工啦，过一年啦。离咱顶边录音已经过一冬，无过到一冬啦，下过年啊啦。对啦，跨年了啦。一下过年就听到这个阿德的声，敢你个无啥共款啊？哎呦，傲少年呐！袂使怪我你想看卖咱工课吼，平常时爱接遮济人吼，总是加减减啦，去画着加减拢会。对啦，毋是即个肺炎啦，有验过也无问题。无啦，接触的人济，就机会较济啦，吼。嘿啦，小可去感着。嘿啦，得着遐有诶无比较有机会有较济。有诶无听起就恐怖。流感啦，流行性的感冒啦，就是一般感冒啦，无啦，因为最近讲实在，咱遮个天气吼，一天好天，一天落雨，忽然间寒，忽然间热，就容易感冒的。讲实在，我毋知影讲感冒甲寒着有无共款无？咱定讲皮肤甲寒着，像我迄工。其实前几工我是无真正甲什么人直接着是，但都是暗时困到半暝吼，向我天气变较寒，有当气温会降，我个定定吼伫擦皮无加皮咯，半暝有感觉寒哦，但我嘛无个专工去加摕被来加啥，加工起来感觉哪小可疼疼，前一暝无感觉我是半暝困着安尼，感觉是就害啊，这到底属于寒着还是感着？拢共款啦，都是。我就是你是讲这两件代志，毋知有共款无？咱再来问医生。咱的即个医生听，你若对寒着嘿，你华语嘛讲着凉嘛吼，着即个着凉的时候，就是即个着凉，即个寒着，甲一般拢讲感冒叫人话着感着，有无啥共款无？还是家己是共款？受风寒又搁是啥呢？哇，这真复杂。这爱问医科的啦。对，请咱的即个医界的来甲咱斗答复一下安尼。一个吼，因为今日即个阿德个声音较无遐舒适吼，因为加减总是还未完全好啦。感冒啦，所以若是即个统称安尼讲，拢总安尼讲啦。嘿啦，都感着啦，我是讲感着啊。若是即个讲话过程当中小可加嗽啦，或是若小可袂堪哩，会闭嘴啥，是讲翕安尼吼，就大家较见谅一下啦。咱因为就是想讲时间到，该出即个一集新的。咱就爱出一集安尼。是啦。好啦，咱先来讲一下咱头前的即个话头啦。头一个代志就是爱先甲大家即个回一声失礼吼，尤其是咱顶边上尾一集，咱有提起着即个鹿港囡仔吼，即个鹿港七鸟啊，即个 IG 的口座。那伊的即个人本名，即个囡仔本名，讲人囡仔嘛无礼貌，就是即个少年家本名那华语都徐培哲吼。咱之前嘛有讲过，因为伊姓，一般咱的 Q 咱讲姓齐吼。问题是咧，即个运动的鹿港 Q 毋是安尼讲。那我顶边咧是甲读做蛇培德，那伊后来咧有伫听啦，所以去互伊知影吼，甲讲毋着随风掠包，我实在无惯势鹿港 Q 啦，即点较歹势吼。平常时无伫使用即个 Q 口，所以伊特别甲我讲，毋是蛇吼，应该是屎。我若佫讲毋对，再落话你佫甲我讲一下。你喙直直顶悬顶上颚屎，就是做屎培德。屎
因为变调的方式敢若无共款哦，死背得。是我印象中应该是安尼啦。我实在掠无啥会，我掠无啥会着即个母音吼，因为因的即个鹿港腔的即个母音管无啦吼，所以我有当时掠会走精。我定定读拄开始读拢对吼，读到准备要录音的时阵，就会走去。我希望即届无读毋对啦吼，希望是死背得吼，希望是无毋对吼。那大家甲即个鹿港腔较熟悉鹿港腔的朋友也是本人吼，即个鹿港七鸟本人，再来甲阮指教一下吼，感谢你。多指教。哈，过来咱就是今日录音的时间，其实是即个2024年的正月初九，正月初九。你嘛知影讲，过几工要创啥？要放假。选举咯。哦，就是即个4年一变的即个大选之日。即个中央政府的选举啦，就是包含讲总统还有立法委员。即个我相信即几个月来应该是真济即个风风雨雨真济，真趣味的活动吼。有的人派即个鸡龟啊伫开只片吼，有的人赛车伫咧路的吼，各种各样的即个活动真济吼，来去啊真趣味，真济讨论安尼。那伫咧节目内底无特别要甲大家讲推荐什么人啦吼，无，迄随人的心愿吼，就是讲随人的意愿。咱的听友吼，当然有的人的选择我可能会无介意，但是这咱就无伫节目内底讲吼，因为大家恁听到过无偌久度要选举也嘛袂有啊。毋过咧，即爱甲大家即个特别提醒一个，就是讲鼓励讲大家。因为迄天是拜六，你若是做一般是拜到拜五的工课，即款正常上班日的工课的朋友，拜六也是来去投一下票。咱尽量出色啦，毋通甲你的一票浪费掉。毕竟这是咱的一个权利，这真重要。民主国家的即个权利是真重要，咱来把握来保守啦，珍惜啦。对，拢爱出去投票。你若是有即个。无介意你厝内的人，即个要投的人，甲你无共款，想办法，互伊莫出去。无啦，交替伊去游览嘛，无啦。当然希望讲大家都讲为着政治吼，厝内人得冤家，安尼就无啦，无冤家，交替伊去游览。我是讲交替伊去游览较紧啦吼，无啦。但是尽量也是互大家来去投票。互相尊重啦。是吼，这就是甲大家讲即个，咱到时阵，因为录音的时阵嘛，还毋知选举的结果。毋知。大家听到的时阵嘛，毋知影选举的结果，因为还袂选举。因为还袂选。也是讲我即集个规矩放伫即个录音的长工头上，更较紧张。无啦，咱就正常时间放啦，应该是。我即个剪接无顶档吼，那原则上就是拜四啊，加差一工啊，吼，应该是。会赶伫咧选举日进前啦，所以这都是希望讲大家会使去投票，当然有的人工课啦，或者是生活关系带较远吼，要顶到家己的故乡去投票是较困难一寡吼，一个所在。那这都真正是虽然大合啦，那会使也是希望大家尽量。可以食就尽量啦。毋过当要讲嘛，小可袂赴啊，吼，你若要买高铁啦，要听即个火车票，恐惊较大一个，歹买咯，当可能较困难一寡吼，然后即个车大概要少的做伙坐吼，N6QK 嘛是一款啦，嘿啦，嘛是一款啦，吼，这就是甲大家讲者。那嘛希望即个你心目中的。你介意的即个候选人，其实毋若是总统候选人哦，因为咱爱会记哩，还有立法委员，毋通当做立法委员无重要。毋管是政党票的不分区，或者是咱在地区迄个立委，其实对咱的生活嘛，拢最重要的。你会使去看觅讲，即个包含讲政党票，逐个推出的即个不分区的即个人选。到底是什么款的人？吼，是毋是伊的即个理念甲你有关系？甲你有你注重的议题？咱讲要所有议题拢注重，无可能啦。讲实在，人生无法度，咱大家无法度安尼说。但是你总有你特别注意的，你特别关心的议题。你想要爱。即个议题伫咧即个名单内底，敢会使找着即款人？我讲这会使去考虑看觅。是。当然这是理想的情形下啦，大部分人投政党票可能是即个看你个人的介意较济。是啦。无紧，咱就是选举讲到遮，即个紧张刺激的代志就落吼，即个即集发布了的过两工吼，咱就到时咱做伙伫咧，不管是网络头前啦、电视头前啦，吼来，咱后一遍录音，
就是知影再来结果的讨录音嘛。论。有讨论无我毋知，看嘛情形。免啦吼。即个结果我若无介意，我无伫较开一集来骂无啦，袂做即个代志。但是若介意，无伫较会摕来讲，还是讲选举的过程有什么趣味的即个现象伫新闻内底出现，或者咱会使摕来讲一下，讲今年选举即个出现什么真正新鲜的代志，这会使啦吼。好啦，咱来进入咱的即个主正题题，因为我的即个脑后，我惊讲以后若拖伤久的袂堪你。讲是安尼讲，那么是讲我要10分钟啊。好啦，先讲正题吼。咱即集的故事吼，无讲介长，毋过伊是出自一本册，叫做《海派渔船》，东北角到北海岸的地名。安尼拢伫咱宜兰县内较济哦。新北嘛有啦吼，新北啊。是啦是啦。海派渔村哦，我用华语嘛读一遍吼。海派渔村东北角，对对对，东北角到北海岸的地名漫步，因为这个词应该也是用华语所写的啦吼，所以我也是，嘿，所以我也是这个台语读书，我会个读一遍伊的华语啦吼。这爱特别感谢咱听友，也就是这本册主编之一，叫做这个游如，这是一般腔啦。嘛有读做游如，嘿，这个儒家的儒吼，就是其实伫咧漳腔内底读做字吼，不过当然一般包含伫咧宜兰，你较老一言，还有伫使用，应该安尼讲啦吼。少年人可能较，因为像儒这个字，其实嘛无算讲少见吼，就真侪人后面嘛用着这个字啦吼。那我知影老一言用，还有念做字较济，但是你若是这个新一言呢，就可能较少年辈就较毋知影讲原来这个音，其实正式宜兰腔我来读做游字，这个游字是毋是这个豆芽人是漳腔较重的所在，是全腔较重的所在，是一般腔啦吼。毋过不要紧吼，看你介意搭一个发音拢会使。可以啦，听有就好啦。对啦，特别就是要感谢讲伊专工寄来送我这本册，寄这本册送我。咱先来甲大家介绍一下这本册来历，这本册有一个真特殊的所在，真特别所在就是伊的这个出版单位。这个出版单位叫做国家海洋研究院。我敢若用到不离高赞的迄落吼。国家海洋研究院吼，所以讲我过去讲台湾毋若无海洋文化，嘛无海产文化，其实当然嘛是罔讲算笑啦。只是讲我嘛无想到讲咱的听友内底竟然有这个国家海洋研究院的人，我就想讲我真正伫咧讲出即句话时，毋知心内安怎想。我哪有，我都伫研究你哪白讲。哎哟，咱罔讲算笑啦吼，我感觉真心笑啦，就讲过去我其实拢无注意到讲有国家海洋研究院即个单位吼是咧创啥。无去甲研究甲合作，是咧变啥网？我就去伊的即个官方网站去甲找来看卖。原来即个单位真新，真实的，毋是真实的尔，伊个真新，真后来才成立的。安尼哦，伊是2019年4月才成立的，当2024年嘛，所以甲当差不多4年外尔，差不多啊，真新啦吼，差不多甲即个某一个政党成立的时间差不多长。卖讲正当啊！来，互所长即来约看卖，即个国家海洋研究院起伫咧倒位咧？你安尼，我有一个提示互你啦，好无吼？咱莫提示伊，拢无一个提示安尼真困难。咱若讲到海洋研究，迄当然就是爱伫咧海边啊，对无？这合理嘛？无你深山下来要做海洋研究，无合理嘛？安尼啦，我互你3个县市通景。我来讲。3个你嘛约袂着？毋是，我是感觉咱宜兰的海洋足济，太平洋。毋是伫海底，伊毋是住伫海底。我知啦，外海啊。外海真济，但是你约一个吼，我有3个县市，这3个县市嘛毋是凊彩景的，这3个县市拢有一个各自拢有一个渔港，一定有渔港嘛吼。毋知我说伊若要做研究，阵才好出海嘛。听来。当然，因的渔港拢排名伫咧台湾前3大渔港内底。头一个吼高雄市，第2个屏东县，第3个宜兰县，互你约看卖。嘛，咱的即个听友做伙来约看卖。高雄市、屏东县、宜兰县，即个国家海洋研究院伊会起伫咧什么所在呢？我对宜兰介绍无听，捌听过啊，所以
所以宜兰就画掉啊。莫讲画掉啦，虽然是安尼讲，无你较有认真安尼哦，我敢若无啥无要甲，把握。无啥要甲画掉的感觉。毋过高雄港来讲，敢若机会不遮大。好，安尼吼。我虽然第一选是选宜兰县，毋过互你安尼讲了，我感觉敢若有一煞爱拍车，无用高雄好啊。你无甲屏东县放在眼内就对啊。嘛，毋是安尼讲啦，屏东吼。较毋知伫创啥，离咱较伤远。离阮较远啦，南势我有去过啊，富冈南势甲屏东都无啥物关系。安尼无关，无要紧，咱是要过。屏东该是小琉球啦，小琉球。我若无记毋着，屏东若要出海，应该是迄个外端个小琉球啦。好啦，无紧，咱来公布答案吼。咱的听友毋知有摇着无？国家海洋研究院伫咧。高雄市尖顶区前镇区，等，较破啊！尖顶渔港，尖顶渔港是台湾三大渔港排头名，第二名就是屏东东港盐埔渔港。其实东港盐埔渔港是两个渔港合做伙啦。一个我安尼一个就算着呢，我要去买菜羹。好，因为即个屏东的东港客北岸是盐埔渔港，南岸就是南边是东港渔港，东港就有名嘛，所以东港渔港甲盐埔渔港拄好伫这客北岸甲南岸。加起来就叫做东港盐埔渔港，第名合作伙。第三名就是咱宜兰所的南方澳渔港。毋过即个排名我其实一直找无一个详细资料，证明讲啥那因着做前三大。这三个拢是属于第一级的渔港，就是讲伊也有偌济只船霸栋级的款，霸栋级以上的船上无爱100只以上，我就听过一只。为标准。而且还有掠鱼的，即个掠鱼啊，即个量一年有偌济吨，这嘛拢算在内。因为一般咱若看讲北地外宽，或者讲即个港外宽，看面积来讲，讲实在南方澳的渔港无算足大的吼，真济所在搁较大。嘿，但是因为伊的船只确实有济，咱因为这较详细资料我手头都无啦，只是讲目前大部分你若伫网络顶观看，讲前三大渔港，就是安怎讲高雄尖顶渔港。过来屏东就是即个东港盐埔渔港，第三就是宜兰南方澳渔港。南方澳渔港确实嘛是真出名，真侪人去遐买即个车花啦，或者讲花卉拢会使吼。而且你讲南方澳阁有办迄个车花节啦。是，迄这是历史悠久啊。是啊。好，来咱继续来讲即个国家海洋研究院吼，伊是等下讲伫高雄嘛，伊是属于海洋委员会。那伊咱讲海的面向嘛是800款嘛，海洋的研究嘛是共款吼，所以咧伊下骹阁有分像即个人才培养，甲海有关系人才培养，过来文化政策科学资讯、生态保育甲产业工程，或者几个大项，也就是讲包山包海哦，甲海有关系代志拢爱管就对啊啦。较早咱就讲大海边安那。管真快，你实在管真快。我定有些人迄落无可以讲，你住海边呢？你朋友毋知听有？你管真快。你管有够快，你管甲真快。后来阮拢讲，阮着海巡出身。我较早做海巡的时，阮着讲，有影是管海边啊，住海边啊，管足快。住海边对。你啊刷车掉伫沙坡嘛，你爱甲救；即个海猪啊掉伫沙坡，你嘛爱甲救。这为海顶啊，管到海墘啊，拢爱安尼吼。像咱今日讲的这本册啦，《海派渔船》就是甲海洋政策甲文化的研究较有关系。伊是出自一个计划啦，这个计划叫做全国传统海岸地名研究调查，也就是讲伊目标真大。伊其实是规个台湾拢要做所以看起来这个应该是头一本尔，后壁应该还佫会有。会佫出啦，我相信是会有啦，只是讲毋知偌久就有影啦。等时间。
嘿嘿，嘿其实你搁看即个名，你就使感受着讲，即个过程吼，阮当是足趣味诶。吼，即传统地名，就是讲，即个海岸啦，即个渔港啦，过去到底真侪咱在地诶号名，甲当一般诶号名无共款，拢甲伊诶历史真是有真侪关系。吼，内底你就会听着讲，即侪各种各样在地故事甲好耍诶地号名，像讲即个东北角到北海岸即个所在，我拢算是较熟悉，较有伫行大哦吼。内底嘛还佫有真侪记录是我毋知影诶，因为我家己有当若天气好啦，吼，尤其热天诶时，若定会记，因为东北角实在有够水，凊彩车驶一段，讲即个位会使落，无咱就落去行行。凊彩一段你即个咱讲海台语叫做海胆哈，我嘛毋知咧。海胆台语叫啥哈？我毋知咧。因为我所无去想着即个代志。嘿，无紧，连讲甲研究。你真正跍伫海边，你就捡会着，我真正捌捡着过。伊拢全即落饲诶。系啊，对，所以你家己爱注意嘛，尽量莫叫插着啦。无啦，阮迄阵曾去澎湖吼，伊就专门伫卖海胆会当食诶。海胆无俗哦，真侪年前啦，嘛无迄个尝鲜的欲望，所以就看看就好。你无食？无对我来讲，我都食欲不好哩。看看就好啦。确实是好食。毋知咧，看看。我遮有查着吼，确实有人讲海胆啦吼，嘛有人写翅胆。是哦，可能。翅胆我家己是无听过，海胆我敢若佫有听过。因为迄落伊就拢饲啊，拢硬啊。就是这两个词拢真合理。都可以吼，这就是互大家参考一下吼，多趁机会查一下。就互咱讲咱一本册啦，就是因为即个主编诚用心吼，伊伫一寡即个重要字词诶所在，特别是讲在地安怎讲，吼，即款诶字词，在地有在地讲法，即款诶。本地诶话啦。嘿，是，即个词咧，伊会用台文甲写出来，真厉害会标伊诶拼音，或者拢是记录在地腔口、在地语词，会当传落即个资料库，传落就传落去啦。尤其你甲我联络时阵吼，伊嘛甲我讲，因为咱都有写批来往一个吼，伊就讲。伊毕竟吼，因是实际经过咱讲田野调查，都做在地调查，人亲身落去诶，甲遮个所在安尼，所以其实因知影讲，即个北海岸一直到即个东北角渔村遮在地语音，吼，因讲话诶方式，因讲出来诶话语，实在是重要无比啦。现主是范式，因为抑佫无遐普及，甚至讲伊甲台文写伫咧册内底，无遐普遍。嘿，可能家着一寡人看册诶感觉啦，因为你会看着讲，华文，有用掺杂一个台语文甲拼音嘛，即嘛可能有人会讲话啦，毋过伊是甲我讲，伊相信讲，搁再5年、10年，你翻头去看，咱就会感觉讲啊。当初做即个决定无毋对，好佳在咱有坚持，伊有安尼讲法啦，就是伊认同，伊认为讲即个代志。当然对咱听友来讲，我想听友看有台文的比例应该诚悬啦，较无即个问题。我的确意想讲，你若会使全台文写一本，你更较好。听友可能无啥共款。是啦，我讲嘛是，因为咱今日普及化嘛，出两个版本嘛，出两个版本啦，不要紧，应该有钱啦。我想即个海洋国家海洋研究院应该是有钱啦。尽量啦，当然真趣味吼。我讲嘛是真无彩，就是讲我有去查过，讲即本册吼，敢若无伫咧主流的网络或者是实体册店伫咧卖。无迄个热销啦。无伫卖，伊无寄卖伫遮个所在，伊无找遮个通路，因为伊本身就是。毋是靠卖册的专家嘛？即个单位的经费绝对毋是靠卖册。有较拍算啊。等于讲，这是较先讲，我甲我一个研究计划一部分成果，甲出版出来，互一般人大众嘛看会着。问题是你无伫册店卖，大众看袂着啊。是咯。毋是每一个拢有主编会寄册。当然咯。没错吼，这是较无彩啦。当然意思嘛是讲，即集完全毋是伫替因广告啦，因为因嘛是毋是靠这个专家，伊无需要我替因做这个广告啦，吼对无？只是阮感觉讲好诶物件，甲大家分享啦。应该互更较侪人看着。重点是安尼啦。大家若是有想要收藏啦，或者是讲想要了解东北角诶即个海洋甲渔村诶文化，恁就家己联络即个国家海洋研究院，看有通注文无吼？你上网络就找得到啦。或者是伫遮即个呼吁一个即个
尤其吼，你若是有即个会使替逐个寄批，还是讲会使互逐个注文的即个转线啦、联络方式啦啥，你嘛会使寄批甲我讲，吼，我甲广告出去，吼，逐个若真正对即个海墘仔遮文化有一寡趣味，对对对。当然讲实在内底有一寡词，因为我大概拢差不多听过一遍啦吼。内底有一寡词，凡说有一寡讨论的空间，或者是会使个逐个来互相参详即个。毋过伊整体来讲，确实做了诚好啊吼。内容我感觉诚介意吼，只是讲即个另外就是伊的即个包装方面，我是建议讲吼。会使找一个即个美术设计啦，会使互伊，可能这嘛是一部分，就是因为伊毕竟伊毋是要菜伫咧册店互逐个看吼，所以若是会使即方面嘛有小可建议一丝啦，小可加强一丝啦，这是阿迪的一丝丝啦建议。好啦，咱即个前提讲到遮吼，准备来讲故事。故事无长，伫咧册内底无到2段，这是一个传说。事后咧，我嘛有去翻头去找即个叫做《噶玛兰纪略》《噶玛兰志略》，就是即个地方志啦，吼，就是记录过去即个所在发生的代志的即款古册啦，吼。那共款嘛是敢若写2段尔，咱当要讲即个传说。当然啦，为着即个剧情的趣味，我总是爱添一寡即个咸鲜。加油醋啦吼！无安尼讲，咱就是添一寡咸鲜尔。好啦，哦，因为咱毋知有诶物件可能是历史诶，无咱讲吼，淡而无味，咱嘛淋一丝啊，调味一下啦。咸鲜华语要安怎来翻哈？调味一下啦，咸正啊。咸正还咸正，咱会讲一个物件有咸正，但是咱袂讲掺一撮咸正，咱会讲掺一撮咸鲜。即个咸鲜的感觉，总讲一句就是互有味啦，嘿啦，互伊佫较有即个芳头。啦，小啊调一个安尼无。因为咱是故事的频道，毋是历史的频道，先讲清楚。嘛毋是指甲，毋过是有教过指甲啦，嘴讲尔吼。毋过大方向无变啦，吼，所以故事若讲煞时间有够，咱则来补充一寡即个龟山岛即只龟本身的代志，时间若有够来讲。好，那安尼咱就休困者，咱再回来。好，后半段来讲故事。你即马收听的是阿德来开讲的 Podcast 声音节目《台语话故事单元》。伫这个单元，你会使听到台湾的民间故事、在地历史，还佫有特别的风俗民情、都市传说。我会用台湾的本土语言之一台语来陪伴你做伙熟悉咱家己，也会邀请甲台语创作有关系的创作者来开讲，介绍好的本土语言作品给你，希望你会介意。那呢，咱就继续听落去。来，咱后半段倒来。来咯，来，咱来正式来讲这个标题有写啦吼，咱头前一直无讲起，毋过标题有写，大家应该点着进前就知影有看到这个名，就是龟山岛的白鹿传说。白鹿嘿，真歹念，白鹿吼，就是白鹿传说啦吼。这个代志吼，爱先为五沙来讲起。咱知影讲号称开兰第一任的五沙，伊是嘉庆元年，也就是1796年，带大约1200人为三条岭来到现此时，叫做头城这个所在。咱五沙敢若讲过了遍啦，常常讲到伊，毋过伊本人的故事，其实
我一直无讲，这有一寡考虑日后有机会会来讲。是啦，要讲这个物件嘛是爱相当的谨慎这就较历史的部分啦毋过迄当时咧，因一家人遭遇着在地噶玛兰人的抵抗因来经过三条岭来到头城这个所在的时阵，过去的头城是噶玛兰人自这个大本营之一。咱本地做者即个番挂生理是无要紧，你打算想要青梅大户来占地，搁甲阮拢赶尽，两边一言不合，话拍便拍。五山顶人出师不利，退回三条岭。这是拄开始，也就是即个嘉庆元年的时阵发生的代志。过当年，也就是1797年，因再度来到噶玛兰，当然大大细细斗争是无得闪，毋过两边安尼甜甜斗斗，确实噶玛兰人就较占输面啦，较无通占赢面。总是这过程当中，又搁发生种种代志。日后咱若即个专门要讲即个故事的时阵，搁来讲起啦。好，总讲一句，噶玛兰人伫咧头城迄时，五山顶人是甲号做头围，头围知影嘛？对。因伫咧头围咧是渐渐壮大着家己的即个势力啊。第2年来的时阵，一直到了嘉庆4年至5年期间，也就是西元1799年到1800年，嘉庆5年拄好是1800年，离打也就是224年前。迄时係講久嘛久啦迄時感受到真大生存壓力的噶瑪蘭人，族中就長老雄雄講出一句話，噶瑪蘭人的長老就講：咱族人啊，恁看風雨敢若閣要來啊！咱自古早有一個傳說流傳到今，傳說講咱逐日所見的海上的孤山島，若有一天風雨甲雷電拍碎孤手一角，孤手自此看向另一邊，噶瑪蘭人將不再受到祖靈與眾神的庇佑，這片土地也將會毋是咱的啊！過無偌久，風颱果然又來到這片土地，咱知影講宜蘭定定佇拄着風颱對無？咱伴隨着狂風暴雨，迄一暝四那照平遊，雷公卡鼓手，在咧風颱當中，鼓手的大招放力，自此海上奇獸烏山島將頭換對正邊去啊！伊本地其實是較挖倒手邊，因為卸掉一角，所以電腦裡微電源看起來頭都敢若挖去較挖正邊。就是安尼，佇咧頭城即個所在所看到的龜山島，自此就看袂到龜的外形啊！咱若是對即個龜山島的變化，咱知影講龜山石頭，龜山石頭意思是你若對着即個宜蘭的即個海岸線為南比如講你為數一路向北，來到即個頭城即個所在，你發覺講，奇怪，伊個頭會愈來愈細頭，細甲你變成為骹喙。你頭頭城，敢若為骹喙看袂到伊個頭，愛閣向北一直到北關，閣較過北關，閣看袂到大概應該是到大里左右啊。看過，即是龜山的頭是佇倒手邊。那咱若是即個宜蘭，尤其南陽溪以南，可能佮大溪嘛，閣看會到，就是龜山的頭是向正邊的。頭城一帶看出去是看無伊個頭，是嗎？對，所以大家會使去查看覓即個相片，敢若即個頭的所在位置，伸出來偌長，伸到一邊，咱就大概會使知影講，伊是佇咧宜蘭的什麼所在翕的。所以為相片就認得出來啊！如果講我佇總位啊翕呢？總位看到的龜山的頭是佇正手邊。若大福呢？大福就已經即個龜手，我定一直講龜頭。無要緊啊，龜手就愈來愈舊啊！你講大福的，佫較舊一個。大福就是即個總位往北邊的所在啦，即海岸線。那一直到了頭城，基本上頭都無去啊。因為即隻龜的造型其實伊是
你若为地图顶悬来看，伊是即个头向东南，拄好宜兰的即个海岸线是一个圆月形、半月形安尼，吼一个高，所以看起来每一个所在有一寡即个方位的关系，吼，所以咱讲孤山势头。那自此因为即个雷公死呐，风雨交加，甲即个鼓手拍掉一角，本地伫头城看有，当然这是传说内底，实际上到底捌有看到鼓手过无？这我无确定吼。毋过确实鼓手一直伫帮你，到当嘛是这几当来还佫有伫帮你哦。吼，伊头的所在因为受到即个海的影响哦，海流的影响，其实迄个侵蚀啊。对，所以一直伫帮，是毋是过来愈来愈无头我嘛毋知影。亲爱的朋友啊，你着即马注意者，有听即个故事的人吼，你若伫行开车，你着慢慢行迄个海线吼，慢慢甲欣赏啦。对，到台北你着甲欣赏一下。其实你就算讲是伫咧高速公路顶悬，你若行即个平原线，就是平阳线，咱的平原线，为即个头城一路驶到扫落，你若关渡有够的所在，你要向即个海景看过，其实嘛看得出来讲伊的头伫西，真是即内底有秘诀吼。咱讲倒来故事本身，柑仔兰的参与确实无前差，10年后嘉庆15年，柑仔兰的土地纳入清国的版图，17年正式设官治理，起柑仔兰城。柑仔兰城的即个建造甲上重要的人物杨定礼。咱真正都讲过啊，对无？捌讲过，或者平安顺心与杨定礼，总共一共讲3集，也无听过的听友会使翻头几找来听，伊即个过程，即个弯弯曲曲安尼真曲折吼，所以大家有机会使去听看觅。那当然，自此柑仔兰即个所在，就愈来愈侪清国的汉人移民入来咯。当然，人一济。各行各业拢看会到，像头城或者讲头围即个所在外海，自然伊就有渔民，因就看这孤山岛威势独立，也无人食。咁咱志略就是咱怎讲迄本即个历史记录啦，算历史应该讲即个当地风志啦吼。咁咱志略内底讲，山在大海中，古树直立。南木深位，树无其人，然春夏间渔者结队往，遥见有老人为道士装，即至伊庙，意者寄仙湖，林中道园因5、6寸，面圆之白。你讲遮吼，介先敢若像迄个黄俊雄，迄个布袋戏的，伫讲迄个文言文咧。意思就是讲，即个孤山岛伫海面上。独一个孤岛真特殊，岛上树仔发了真旺，但是无带人。真正有啦，即嘛无啦。无，那是近代，迄个算是近代啦吼。当初时这是嘉庆年间的代志，迄时就无带人吼。毋过咧，每到春夏之间，春天到热天之间。渔民成群结队，要来去孤山岛附近掠鱼。那远远因就看到一个老岁仔人，一个老人，穿衫好亲像是一个修仙的道士。听好你船仔甲划过，已经看无人影。真特别安尼。所以大家咧就讲孤山岛稳当是一个仙岛。真好。岛上的树林内有真侪猴，即款猴细细只，身悬敢若差不多5、6寸尔，5、6寸吼。但是以清国时期的寸树来讲，差不多就是16公分至20公分内。就细只20公分，你看偌细只。古锥。有影即细只，毋是讲即款，伊就讲即款猴吼面圆圆。而且是白色的，伊的面是白色的。我就伊讲奇怪，这听起来较像即个鸟头鸟安尼，一款鸟头鸟面都变圆个白白嘛，毋知是毋是？那即个有知影讲什么狗有符合即个外形？咱听有人知影有即款狗的吼，则罗番即老的甲我讲者，我一定想着鸟头鸟啦，一款鸟头鸟的迄个感觉安尼。咱继续讲落。岛上除了有这狗以外咧，毋知是安那，竟然有2只白鹿、白鹭鸶，毋是白鹭鸶哦，白鹭鹿啊。
哦白哦色的鹿仔，哦白鹿迄就是白鹿哦，哈，白鹿。鹿仔，嘿，你若较无音读就白鹿啦，我感觉较水啦。你讲白鹿也可以啦吼。照你讲，这是一个白色的孤岛，鹿仔啦，嘿嘿。照你讲，这是一粒即个孤岛嘛吼。嗯鹿仔应该是袂来到遮才对啊。伊安尼来，伊总袂晓收水，对无？嗯我过海水。是啊，毋对啦，照道理来讲，狗嘛袂啊。哎，狗嘛袂晓收水啊，所以我看迄个狗也是较有可能是猫头鸟的款，你可能甲当做狗，因为迄个面确实嘛看起来较奇怪嘛，较无像鸟啊、猫头鸟吼。奇迹哦，总讲一句，岛上两只白鹿，一公一母。掠鱼的人时常会伫孤山岛占蟹，或者整理因的希望，定着撞着这两只鹿仔啦。这两只鹿仔咧，拄头啊看到人吼，佫会闪较远。毋过咧，人看济就开始麻痹啊，麻痹安尼。而且一寡鱼面吼，看因就生作水嘛，随身若有炸一寡像大牛啦，啥咧，一段时间出来，备一撮互伊猛食安尼。这两只鹿仔咧，就甲人愈来愈挖近，愈来愈亲啊。嘿，上在有一天，有一个姓罗的渔民，带伊的囝做伙，就讲爸仔囝就对啊啦，罗家爸仔囝做伙掠鱼来到孤山岛。嘛毋知即个罗小主就是即个囡仔，即个人吼，细汉的即个是安怎去想着啦，竟然想要掠走白鹿。伊出手咧掠走较大只即个鹿公。你一般来讲，猪就讲的是猪公嘛，一般咱无讲猪公啦，但是鸡咱讲鸡公，所以我就比较来讲啦，鹿公、鹿母就是即个母的即个鹿仔咧，惊一条咧走去树林内底去啊。即只鹿公下场啥款，咱毋知影。毋过咧，感觉咱资料啦记载讲吼，自处伫咧孤山岛，日日拢听会着鹿仔的哀叫声。即只母会伫想即只公的鹿仔。所以无人佫看过即只鹿仔的身影。传说就敢若讲到遮。毋过咧，伫遮我想要延伸一个故事，延伸即个故事啦，有一寡发想。先讲吼，我所来要讲的即个联想，拢无任何的事实通证明，单纯是我家己的设想尔。假使讲即个记录伫咧甘仔兰记录的即个传说是真的，假使讲即个故事是真的，因为其实嘛无啥物奇怪的代志，就是甲鹿仔掠走安尼尔嘛。或者讲，真实有一个姓罗的人，伫孤山岛顶悬做一寡代志，即个带有神话色彩的白鹿传说，咯是安怎连人的姓都有？一般咱听传说较少看到人的姓，有即个姓连姓都有啊，煞无详述，无写后壁的故事。若讲起着姓罗啦。头城有一户姓罗的人家，即家族啊出一个人，伫咧宜兰老一言当中，无人毋知，对无？合作啥名？想袂起来。真有名。或者卢赞祥。无我所会记是伊囝儿做政治人物。伊本人嘛是政治人物咯。这卢赞祥何许人呀？伊是1908年出世，老爸咧其实叫做罗海，海洋的海。因为主家也就是正式的这个主家，就是头城罗家。因无孝事，过房来到头城罗家，就讲毋是亲生的啦，毋是即个本地头城罗家亲生，毋过是过房来嘛，等讲家族的人无毋对。即个罗家伫当地早就是富户人家，好家人啦，真好家。经过罗家精心栽培，即个罗赞祥伫咧日本时代都有官职，嘛有换会社做社长无简单呢。1945年战后，也就是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了后，伊阁做着头位，即个迄时叫做乡啦头位乡长，头一任的乡长这是头一任后来1951年，宜兰独立设县，变成宜兰县，选县长，民选的县长，伊是头一任的
宜兰宜兰县县长啦，哈，也就是讲，伊是头一任乡长，佫是宜兰头一任县长，无简单无简单，伊毋是会晓做官尔，伊自细汉阿嬷就请过来即个汉学先生来教伊即个汉学，伊的汉学底子真高，长期咧伫咧推广汉诗，嘛捌担任即个汉诗的即个诗社社长吼。正讲迄时即个宜兰一定一个头人真有才华罗家，尤其是罗赞祥本人，佫较是宜兰一定一个头人。所以讲有能力有才华。咱听友若是有到头城老街去细细咧，稳当你会察觉到一间即个足水的厝啦。我头一遍看到的是。一直伫人门口看，看到人出来面讲啥代志你有什么代志吗？你敢若毋是讲鬼鬼祟祟，就是不是讲即间厝咧遮水安尼吼。原来这是民宅哦吼，无互人参观的啦。民宅啦，民宅，即间厝就是裸体。宅，其实裸体是2间啦，吼，一间是1928年由罗赞祥的阿嬷做陈阿定，伊决定来起造的。日本式的建筑当中掺杂台湾传统建筑的风格，阁有一寡所在呈现出西洋式的风格。当时拄起好的时阵啊，吼，是全宜兰上请赢的主体。后来罗赞祥本人咧，阁起一间白宫纯白色，是即个日洋相结式吼，就是日本甲西洋啦，日洋相结式即个建筑吼，所以当时咧有一句在地俗谚讲，有罗家埠无罗家厝，有罗家厝无罗家埠，意思埠就是富贵的意思啦。意思讲，你就算讲有罗家的好业，你嘛起袂出即款的厝。你就算有一间足水的厝，你嘛无因兜好业啦。你就知讲，迄个时阵，毋管较安那，你就对袂着因罗家啦。你就知讲罗家当时伫咧宜兰是偌请赢偌大家族，无法度甲伊比拼啦。嘿，毋过咱翻头过来讲。那正是当初正是即个罗家的祖先掠走迄只，敢若是新秀的白鹿，而且以厝致富，即个鹿港吼，以厝致富，成为富户人家，是毋是也有可能爱为此付出代价咧？爱牺牲一寡有的无的啦。咱来看后来发生什么代志吼？你看，伊掠袂走一对白鹿，注定都无后代。头城罗家其实是无后事即个为罗赞祥即代开始就是过房来，伊本人伊的养辈正港的头城罗家本家是已经无后事大出脱的即个罗赞祥是分房本来的嘛，过房本来的嘛。第二，你掠走白鹿，逼伊离开伊住的所在，罗家后来家世落济，规个切落去，曾经是宜兰首富的头城罗家，最后是负债累累，互法医拍袂去啊。目前规个裸体包含头前有一个苏文湖，苏文其实就是罗赞祥的字号啦。较早人不是什么字哦，做三号是啥？有字啦，个号啦哈。史云湖吼，苏文遮我读作文啦，文是文音啦。苏文湖包含苏文湖，包含即个裸体，旧的日本城即足水即间甲白宫拢共款，三款拢已经毋是罗家的啊。已经散尽啊啦。迄间白宫甚至变成一间餐厅。餐厅的名咱就莫甲讲，但是大家若有知影去查者，拢会知影。伫咧即个头城真水的一间餐厅啦。因为迄间厝本来就起了水嘛，罗赞祥时代起的白宫。这记载内底白鹿互人掠走了后，发生什么代志无写？你感觉？这敢是旧山岛白鹿传说后续的故事咧？若要安尼听起来，确实是有些咱即嘛莫讲。有一寡联想。嘿啦，莫讲因果啦，有时阵确实是。药果是要食。因果啦。因果。毋是药果啦，我讲话遮无清楚。我听毋着，感冒听毋着。因果，因果。冥冥中有时啊是咱冥冥中拢甲你安排好，咱不要执着，慢慢讲想过即决，
但是有些开始吼，人讲吼人胜不了天啦，安尼讲较简单吼。我再次甲大家提醒一下，讲后壁这规段拢是我的发想。当然楼价落这甲3款出卖，这是真正的是新闻吼，大家拢知影，宜兰人知影。这是讲故事，这是毋知是安那，我伫写笔录的这个故事的时阵，有这个感想啊，一直想着头城的楼价，毋知是安那，伊第是细路讲实在伫咧宜兰无济，因的即个生活或者是讲这楼价早伫咧宜兰就是足出名，足有名嘿，包括伊尾你讲伊是过磅吼，无传后事，但是伊后壁嘛有姓罗的囡仔，当然有，就是拢在上后代啦。而且佫是吼，嘛有伫政治上，尾嘛是因为拢应该安怎讲哈，可能处理了无好势啦，代志处理了无好势啥，已经拢无伫宜兰生活，嘛已经毋知伫倒去。你无讲即个故事甲即个无消息啦，应该讲楼价即个代志，拢会互你联想到即个别无传说有一个连结对无吼？所以这是我伫写即个故事时，毋知谁人一直想着楼价的代志，所以就想要甲大家分享一下。这无写伫咧即个海派渔村内底啦，是我伫咧研究即个故事时一个联想。就是讲故事嘛。嘿，大家就甲当做一个故事，嘿，无毋对。好啦，咱今日时间差不多啊吼，我脑壳嘛袂堪你讲较侪龟山岛的代志，日后也是会来讲龟山岛佫足侪代志通讲吼。咱日后再来讲。好啦，毋知影大家对即集的内容什么款的想法咧？这一集听了你若是有介意，或者是啥物款的指教甲建议，拢欢迎你到 Apple Podcast、Mixbox、Firstory， 或者是 YouTube 留话互我。但是你收听的平台是 Apple Podcast、Spotify、Mixbox 嘛，希望你会使留下个5分数，互阮一寡鼓励甲支持。Facebook、Instagram 找出亚特聊聊天，也使看到更较侪节目内容的补充。若是朋友伊咧愿意一杯咖啡、一包南喉糖的钱，尤其是我特别需要南喉糖，嘿，你安尼听友若是想讲遮可怜哦，南喉遮艰苦啊，佮录音吼，来鼓励阮做更较侪创作嘛，会使点下 show note， 也就是说明区的即个赞助连结网链啊。假如是随喜生意食水甜，蓝山表示面特别的我嘛介意，毋管这就感谢你的支持。好，那咱今日故事就到这结束咯。安尼爱会记哩哦，爱会记咱收听，爱会记哩亚特聊聊天哦。对，好，咱就到这咯，拜拜。特别感谢时间，特别感谢家父甜苗香福金方案的赞助者 Moonwork、Mint Home、瑞奇，也有所有赞助支持这个频道的听友，有恁实际支持，是阮更较有信心行落去的动力。